闽南语连续剧《石磨心》。一段情等到最后，也是等无你回头。你不愿留，不愿等候，阮的心也是为你留。阮的爱藏在心内，你是唯一的将来。只有等待你的了解，谁知影已经是伤害。不应该，不该行到心痛，行到情拢散，真孤单。阮的心事只有讲予家己听。你放我行到心痛，行到情拢散。你的名哪会叫袂出声？阮的感情已经为你散。伫咧台北，你有家己的头路，头家招爸嘛对你真好。你的事业虽然是拄仔开始尔，也毋过我相信你袂一世人拢送报纸的。有一天你一定会出头天的。这免你讲啊！免我讲。那咧，我问你，你这世人敢真正甘愿踮庄脚做事？你想好清楚。那呢，我问你，咱若真是去台北，迄两个老你是要安怎安排？我叫阮老母甲咱做伙来台北住，惊是惊恁老母。阮老母啊，迄无可能的代志啦。阿女呀，你转来哎哟！阿母，这个囡仔，伊何早来报？是阮的囝。恁的囝，你怎伊生啦？捡来啦。叫来哦。女啊，我先回来啦。过2、3个才会在啦。我对伊是安怎嘛？伊心情无好，拜托你。你这世人敢真正甘愿踮庄脚做事？我唔甘愿，我唔甘愿！迄要家己唔甘愿啦。无啦，那你无啊？我来甲带你回去尔，你哪会搁走出来？无啦，我要去庙会收金啦。我煞唔知影路要去咧。你要烧金，哪会搁摸这当衫出来？这毋是谁哪哦？哎呦，食老就凄惨啦！我的头壳有啥好，有啥都安尼空空的。你家己也知影？我哪会唔知？大家拢嘛笑我老顽童，小宝。我带你回来。唔免啦，忘紧啦。唔免啦。三金宝，我带你回来。转来也唔入来，徛倒来创啥？看，拢伫遮啦，你家己收的课。以后若要用钱，你唔免问我，你家己做主。爱着肯当你啊，互你做主就好啊。你做老爸啊，这搭重担，敢要讲再互我担？安尼你敢袂歹势？咱兜的钱，阿母你管甲我管，毋是拢总共管？钱是小事啦，咱厝内大细项代志，都由你家己去决定，我袂插手啊。当咱做熟人啊，哪有啥物代志通去决定唔决定啊？啥物代志？
代志较一个娘母哦，哪会无？船长因后日要娶新妇啊，看你红包要包偌济，啊，猪仔看是要请人刮，啊是咱家己要刮。啊，咱这间厝若是风台，一世界就漏水，看要翻翻一个。你自细汉别人代志都是我伫安排，我伫咧为你想的哦。会啦，以后吼，唔免惊讲你唔知影啦。做一家之主，代志自然就会找你啦。我想讲，你安怎？讲啊！我想要搬去台北做我家己的头路，我莫当这厝的好无？卡掉伫你的身躯，你要行东往西拢是你的自由，我无管你。你敢无想要工作，我嘛无再留做啊。手头我交予你啊，是上你田话买的，要去做台北人，我嘛无管。那就搁安尼啦。啊，你著规双甲我搬来去住咱台北厝的，后阿蕊啊，后内宝啊，后我搁有阿母你，咱大家规家安尼，毋是真好？你这个狂囝咧，你实在真了脸啊！讲啊，这个囡仔哦，敢若爱互你抱啦，我这甲抱一下，骂骂好安尼。伊啊，敢若另我一双手，无对抱伊嘛哭呢。安尼吼，阿母，我看我来转好无？安尼敢好？免烦恼啦，部队阿母已经原谅我，伊嘛想来来报呢。唉，今日讲啊，部队就正式带我转去啊。迄万一哦，你若转去住2天啊，因迄老母反面无常啊，若像以前安尼对你安尼款态度吼，阿母哦足烦恼，足袂放心的了。我咧想，也无安尼讲，弟弟你甲木队啊住喺台北拍拼了，莫转来啦。吼，阿母，你嘛咧想？阿母，今晚做伙来台北住好无？好啊，若若安尼哦，阿母毋免讲逐工咧思念你啦。我想安尼啦，要无啊，咱即间厝啊，甲地力甲卖买，啊钱在阿母的身躯边，后摆临时若有啥物代志啊，咱都会当应付的啦。阿母，哪会有啥物代志啦？哪会袂？迄是真歹讲了。万一木腿啊，因阿母若知影咱内部的身世啊，伊绝对会吼逼这个木腿啊，搁再来离开你啊！啊，若安尼木腿啊，伊敢袂讲拢无爱插因老母，要来照顾你甲囡仔？袂要紧，即摆若等木腿啊要来带你的时阵啊，我吼大心要来讲个清楚啦。咱袂用搁再委屈家己啊，对无？因老母若是讲有迄个诚意，应该毋着甲木腿啊做伙来，安尼毋才对。这伊讲要娶人，要娶人这话无，毋知要创啥。木腿啊，等下车的车若来，你就去载因转来。啊，我是要娶你也嫁囡仔，也毋是啥物大件代志，你若着搁闯到遮，着搁叫车来载。啊，若无安尼，因某囝敢袂当互你娶转来？你是啊，咱来袂用的啦。好啊，啊无咱来小事。你遐空手爬落去，伊若要娶我，啊看要安怎？随在你。啊，我若来叫阿女也转来，伊着乖乖转来，咱着搁相处。真拼咧哦！好啦，我若讲真正叫袂转来哦，我台北就莫去啦。这句话是你家己讲的哦，我无逼你呢。以后你就当后悔哦。你若有啥物通搁后悔啦？我等下车若来哦，你叫伊转去啦，看我遐尔。这个囡仔就是安尼啦，犁脚啊经两句啊吼，性地就压起来，实在真歹。阿女啊，人家看我来到这里转来。阿丽啊，卖菜。哎，刚才伊遐尼赶紧要创啊啦？无啦，阿母，啊我连2、3天哦，无看到囡仔甲阿女啊，我专工来要载因转去啦。哦，你敢若一个人来了尔，都想要带阮阿女也转去是无？敢讲你老母无交代，你就爱摕啥物物件来呢？有啦，
啊，阮阿母伊嘛是有传一寡礼炮啊，甲骗金啊，是我家己甲讲唔免的啦。敢是安尼？阿瑞啊，你离顾囡仔啦。阿瑞啊，阿瑞啊，阿母啊，当是安怎啦？你着规号我先带你也转来，爱礼甲钱我就要摕来互你啦。钱嘛，都毋是钱甲礼问题啊，有真侪代志哦，我爱大声甲你讲个清楚啦。哪有啥物通好讲啦？阿瑞也是我的某啊，你又惊我对伊无好哦？你我都会当相信啦，也毋过恁老母呢？袂啦，阮阿母哦，甲以早无共款啦，伊即摆对阿瑞也较好，我敢保证。哎哟，迄问题是恁老母哦，看到内宝啊，才原谅着阮的阿瑞啊呢。这是安怎讲？内宝毋是你亲生囝啊，即件代志恁老母若知影伊是安怎，伊绝对会叫你哦，甲阮阿瑞也搁离言一遍。即嘛毋是我咧刁难你哦，有足侪代志，你应该替阮阿瑞也想看卖啊。我看你也想好再来啦。这是阿瑞也意思呀。我的意思啦，若阮阿瑞啊吼，也甲我想法差不多啦。我亲自来问阿瑞啊，看伊到底是要甲我断言？阿瑞啊！瑞啊，呀，倒来！你，无你即摆是伫咧变啥物梦啊？大家拢讲今仔要断去，你即摆搁反面，你是啥物意思嘛？我已经甲阮老母讲好啊，伊要甲阮走回来台北住咧。我即摆咧讲当你咧甲我应使，你头壳是歹去了啦！我跟你讲哦，你若是要安尼，有一天哦，我真正是甲你扒落去哦。阮老母安尼，恁老母安尼，连你也安尼，你是要我逼我起孝心啦？毋是阮，是你家己爱做决定。我老母已经决定啊，厝地卖掉，甲阮来台北住。阮老母出头嘛放我，伊讲看安怎随在我啦。啊，若讲要去台北哦，伊是无可能会去啦。即马讲遮拢总无效啦。我问你啦，你到底是要带我转去啊？毋啦？安尼你讲想要转来，你毋煞伫咧骗我？哼！我若要知你安尼哦，当作是哦，我就无爱转来，留等台北就好啊。若唔转来啊，代志永远拢袂解决啦。你嘛走来拢来按罐头。哼！讲到遐尔啊可怜，你根本哦就甲我当作敢若叛仔咧。迄阵啊，阮老母叫我讲甲你离婚，你即马煞颠倒叫我莫插阮老母，阮老母都咧厉害啊！你煞搁比我强卡，讲啊恁这查某人哦是无法可治啦！爱我为你一颗心难解，有该行到心痛，痛到情拢散，真孤单。阮。安怎？无转来吼？我叫做你真敖。阿母，茶吧。老弟啊。阿瑞因老母有开什么条件无？当你保险毋是咧买，免哪有啥物条件？安尼听起来毋就无欢喜咯？也毋是讲无欢喜啦，伊是惊互你知影。知影啥物？无啦，伊惊讲阿母哦，你硬卡袂对，就安尼反面无常，惊你对阿瑞也无好。啊，毋就拢我毋对呢？嘛毋是讲你毋对啊，就一半一半啦。啊，一个是大家，一个是新妇，是要安怎讲啥对啥毋对。啊，那安尼互你选，你要选倒一个？这我袂晓选啦。你是我的老母，啊，伊是我的某，我要选啥，我安尼心肝是加艰苦的啊。好啦好啦，留言讲我也知影你意思啦。爱情拢是予人忘了吧，为何你有爱要怨的人？是啊，
你真是你的亲生囝。哎呦，我这个戆囝咧，啊，你是咧讲啥物个安尼？真是你的亲生囝。是安怎？我哪会遐尔啊无？讲阮老爸参像我安尼哦。你哪会当亲像你老爸一半吼？今仔日就要家己点点伫咧怨叹啦。哪知你生啥物人？我是要安怎做？才有当从这件代志哦，大家安尼做圆满。我教你啦，明仔载我甲你斗阵来去带阿蕊啊转来。天啦！啊，我咧做拢传来啊啦，啊，较早拢是我唔对，啊，你莫见怪啦吼。呀，阿蕊也互我带转来去，吼，啊，袂啦，以后我会好好对待阿蕊啊，袂让阿蕊啊怨叹我半句话，你自己放心啦。好。真嘛，你要内面坐坐啦？唔免啦，阿蕊啊，出来行一下吼。阿蕊，阿母，我有几句话要甲你讲。阿母，有啥物话做你吩咐啊？我年岁也较济啊，一直想讲我以前做的代志是拢对，但毋过这一年来，互我有一个假释，假释？囡仔毋通生，做老母亲像石磨啊，为囝磨心，万人代都是为囝好。规尾也是拖我家己。莫提啊，自细万人代志拢是我伫咧家安排，独独一件代志伊家己决定，都是带你离家出走，互我感觉饲囝有够了然。阮母仔囝斗阵生我2、3针。煞毋达到恁做翁某3人，要怪就怪我家己，教囝教了无好。阿蕊，你饲内爸千万都毋通甲我共款才好。爱我为你一粒心人，不应该，不该行到心痛，痛到情拢散。我即马讲的话，原是你听袂下，你家记咧，后摆你就会当了解。我已经将手头交互木腿啊，以后厝内大小代志由你来烦恼，我毋敢讲到半句话。阿蕊，我有件代志要来拜托。每定咧想讲，我这个做大家真自私。我拜托你苦劝木腿啊，带厝的唔通去台北。我这个做老母，希望讲我这个囝，会当永远踮在我的身边。安尼好。来宝啊，去跟阿妈你来食饭啊。妈，食饭啊！大伯，你怎么样？来，你敢过来？我大无一个拍啥囡仔啦？无代无志，我也要拍。叫你过来。你讲啥啦？啊，闪啦！你是讲啥？你
囝呀？你搞啥？你搞啥？好啦，你想做啦？恁爸想要甲你拍？无对啊，怎？有啊，入来房间倒咧啦。好，我来讲哦，你即摆若我知甲你阿妈偷的钱哦，恁买支手甲伊夺起来，毋是你甲试看卖。来宝啊，爱钱甲恁阿母摕啊。嘛袂用安尼啊，迄钱哦，开了拢开了拢习惯啦，啊无钱就会学头摕啦。你等入去听下，我等下算一下。好啊，来大细声创啥？毋是啊，迄囡仔无教袂用啦。宝啊，啊啥怎啦？伊早下母毋是拄好互你钱，哪会佫甲阿嬷摕？无啊，我就看到阿妈一直要拿出来啊，我就甲伊扣去啊。拄好啊，阿爸看，阿爸就讲我来偷摕钱。好啊好啊，恁阿爸即摆生气，你生气几啊？爱情拢是予人梦啊梦，为何你有爱要怨的人？为你付出换来一张卡，诚心诚意也无彩价。爱情拢是掠人心冤切，为何我有讲不出的话？等你一声，感觉心落雪，也是。